今日維修呢一部係日本嘅電磁爐，講佢問題就係插錯電，返到香港之後直接插咗個220落去，結果塊主板燒咗，個啱啱整好咗，換咗2-3粒零件，講而家就要解決啦。咁睇返嘅話咧，日本仔嘅設計都比較簡單，但係用料比較靚。雖然佢冇我哋中國嗰啲設計咧，全部好多好密咁多嘅零件，但係佢用料同埋設計方面係可以嘅。仲有個線盤嘅幾靚，用料靚，一分錢一分貨。即係雖然我哋大陸嘅嗰啲機係好平，500-600蚊、600-700蚊一部咁，但係佢感覺上佢嗰個用料就係冇人哋咁靚，好明顯。佢唔係插咗電嘅話，呢部機起碼行得5-6年。只要就可能唔記得咗，返到香港唔記得咗先至插錯電，導致到佢燒主板。不過唔緊要，燒主板都可以維修嘅。因為我哋載文電器維修係有足夠嘅能力去幫你處理嗰啲問題嘅。睇返呢塊陶瓷板，哇！呢塊陶瓷板都 OK 啊，幾靚啊！真係陶瓷板嚟㗎，唔係玻璃板嚟嘅，係咪啊？用料就係唔同嘅。震口就震口，一分錢一分貨。維修電磁爐，載文電器維修。